煮爆浆豆腐的一个制作的过程主要是先把黄豆浸泡一晚上，然后再把黄豆打成豆浆，再用柴火把它烧开，烧开以后再把豆渣和豆浆分离出来，过滤掉，再点上我们纯手工的酸汤，使豆浆变成豆花。酸汤的多少影響豆腐嫩度的口感。点完酸湯以後，再用小耙子一塊一塊的把豆腐定型，定成這種包漿小豆腐。定型以後再壓乾，壓乾水以後再把這個耙子取掉，每一塊就成為一塊一塊的這種小豆腐。然後放24小時，然後這豆腐就可以拿出去銷售了。